今日我到伫台北捷运北门站有旅客去坐电梯，这个电梯啊，煞一声大声，随快速降落，旅客是着惊，加载人是无安怎。也台北捷运公司是回应讲，因为台电梯边送电有各样，才会发生这个意外。电梯拢是人总换到无共站，互民众坐捷运方便，四个坐车缩短时间。对老人、有心的年人、行动无方便的人，电梯尤其重要。准确是有旅客坐电梯惊到要死。电梯里面只有我一个人，然后就很像大怒神，就是瞬间往下掉。我现在搭电梯应该是说我不会一个人的时候进去，对，因为有一点害怕。出台坐电梯伫北捷北门站，旅客林小姐讲，车早早起11点外坐电梯，雄雄传来爆炸声音，抓来一时仔就落落去，一度徛伫中央，手个也拢是粉尘，赶紧去紧叫电铃来反应，电梯才开始慢慢来下降。是没有碰过，但他们这边是常常维修电梯。很多东西都是等到发生状况的时候才要去做，他平常应该要做的。对着电梯急速下降，旅客有惊无险，无因此受伤。不过北捷电梯出包，变相时的维修检查深受落实，也引发注意。经过北捷公司调查，指出这个专案造成事故主要原因，出自台电供电无正常。台电端电压瞬间压降，期间捷运北门站一部电梯抖动停顿。至于黑色粉末，是电梯震动风扇上基层由出风口吹出。特高压的线确实有电压的一些这个变动，但是它是没有停电的，但是电压的变动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末端的这个用户设定的比较敏感，就有可能会造成他们的设备去做影响。台电证实电压一度出现变动，不过详细原因也伫调查。北捷也补充说明，旅客讲的爆炸声来自电梯自主安全保护机构动作所产生的动车声音，不是爆炸。准电梯的设备已经恢复正常使用。记者综合报道。